后来继续来看，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独立防疫建设被起诉。检察官讲，杨文科甲建商联络或者是见面高达33届，甚至各方邀请到史莱登一枚爱12万的总统套房来接受到免费的招待，就是要帮助防疫建设赶紧来复工，甚至防疫建设搁来放官势，提这个杨文科甲公务处长施加压力。县府这个一级的主管怎沦为建商的小弟？也毋过杨文科是反驳讲，家己无受不法的利益，嘛绝对无甲县府的员工来施加压力。透早顺时校舍工程，新竹县长杨文科昨获检方起诉贪污罪，被调查出独立防疫建设会违法复工。检方讲，伊对待建商袂输上宾，也不过伊心情敢若无受影响，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施压，我们的同仁也都依据规定来办理，绝对没有任何的徇私或者舞弊的情形。防疫工地尚无帮8摆，被停工4摆，杨文科涉嫌见建商33摆，涉冒险协助，伊来复工，搁伫遮接受招待。房间真大间，这就是杨文科见建商超复工的喜来登饭店的总统套房。起诉书写讲，去年7月，杨文科接受防疫董事长刘书记甲因查某囝姓刘的饭店的执行长直接招待，事后执行长甚至直接到县府的公务处，摕杨文科大型的物件甲江良演施压，要求赶紧复工。检方后来搜索这位执行长有靠送的名单，当年中秋，杨文科拢摕到价值8万块的喜来登的餐券。凤鸣建商违法复工，把乡亲的身家安危置于不顾。检方表示，杨文科有强势施压几啊摆，互县府的一级主管袂输建商的细汉的，互建商直接徛伫官员的头壳顶，更加表示讲，县长我来骂，唔免安全，乌白做，赶紧交，提出头工检了。我相信在法院一定会还杨县长清白。杨文科另外被敲出来路不明的现金，涉嫌财产来源不明的部分，另案侦办。其中警告提到喜来登大饭店员工的名片，其中敢有不法的代志，犹太司法单位继续追查。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